首先咧，倒啲酵母落去，取衣得噶啦，取衣啊。然後咧加點糖，最後咧加點溫水進去。然後咧我通常咧就用手咧把它攪一下就 OK 啊。哇，你看5分鐘後長大那麼多，就代表 OK 啊。這碗測試的不要吃哦，它會在你的肚子裡面不這樣的。因為很多人隔太久不做麵包了，然後那個酵母啊就翻不好啊，然後咧就哇一做麵包直接 GG。所以你們可以先做這個實驗呢，讓那個酵母復活一下。哇嗱，這個是正常，你看快爆炸了啊！這個呢就是洗掉的。係啊，如果是洗掉的呢，就不要用來做麵包了。係啊，浪費時間啊。嗱，呢個保存很簡單的，通常呢我都是開完呢弄個夾呢夾住，然後呢就是包2層保鮮紙，係啦，然後再封那個保鮮袋，然後直接放冷凍啊。就是最冰的冰格啊，這樣起碼可以放3-4個月啊！總之千萬不要放室溫啊！